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个礼拜进前，咱先来练习今日礼拜中咱的吟唱的圣诗吼。首先来看圣诗第220首，圣诗第220首，万军的主，至圣的厝。这首诗吼是英国的传统的圣诗，这个词是咱伫个台湾传教的梅干武牧师所写的白话字的歌词，这古圣诗嘛有收，咱应该是真熟悉的吼。咱来唱练习第1段、第2段、第3段甲第6段。万军的主，至圣的厝，是你徛起所在。主我上帝，你所敬托，因为我大伊爱。第2段。我心乱无爱的有路，通到上帝的厝，心心肉体求叫上帝，应应我的主。第3段。伫主单边即朝徛起，伊做守护世，安稳自在伫你厝内，我往我主上帝。第6段。上主之大，那日之半，那尊顶拜保护，恩典荣光，历史交增，带人行你正路。好，接落来咱看圣诗第186首，186首圣经亲像物件。这咱讲咱圣经会对咱的效果吼，就像一物件，会来照咱心内的错误，会当指示咱行的路，亲像耶稣在甲咱写批、甲咱讲话。这嘛是古圣诗就收的吼，应该是大家拢嘛真熟啊。咱吟第1段、第2段甲第4段圣经亲像物件，照咱心内错误，互咱知做。言行是正，我可求主耶稣。圣经亲像路灯，着赶来行天路，用伊来照路途光明，亲像主耶稣。第4段，将经亲像金棍，咱着出来道路，天白相思，逐人有份，心可救主耶稣。好，咱先来看圣诗第536首，圣诗第536首，天顶大开恩典的门，天顶大开恩典的门，咱来吟
第一段、第二段，好。天顶大开阮殿的门，内面阳光照出来。这光是主十架的光，显明救主大仁爱，是大救主无穷恩惠。这门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，这门为我大开。第二段，写做运门显示大开。万国万人着亲近，无论路有贫贱富贵，入来得主下做运，是大救主无穷恩惠，这门真正为我大开。为我，这门为我大开。好，咱今日的吟诗就到这，谢谢。这时礼拜要开始，请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。
趁上主找到时，就找求伊；趁伊伫身边的时，就求救伊。邪恶人就去杀因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就改变因的想法。咱三角的信息，信息第220首，信息第220首，万军的主，至圣的厝，请起立。请大家由安徛地，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至高的上主，阮感谢你有指示阮活命的道路，伫你面前有满满的欢喜，伫你正边有永远的快乐。上主如何完整，会有人得到新的开力。你的命令可靠，会予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。阮感谢你，透过圣经，使阮教示阮你的律法。上主律例公正，会予人的心欢喜。上主的诫命纯洁，会予人的目睭光明。阮感谢你。借着律法甲诫命，清起阮的心。我们对你摆列阮的罪，无隐瞒阮的罪恶。阮伫黑暗中所做，就是无人知，总是你看在眼内。阮要承认阮的过失，求主赦免。有时阮对人有偏见。互惊吓、甲负面的想象，
求主帮助阮放下阮的偏见，用和平互相款待。有时阮甲面对阮的过失来改进，求主赐阮勇气来做出改变。上主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赐阮新的生命。伫新的一年，阮希望爱你的话，阮通日子常常读圣经，照圣经话来行。阮中间身体欠咱兄弟，求主赐福，看顾因，互因勇行。若是服侍需要智慧甲气力的，求主加添。阮也要为了世界局势的转换来求主赐福，有公义甲仁爱。求主的真理哪光传递遍照福音讲传，也继续保守阮台湾有平安。即时，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。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咱三个来启应，请你掀开信息后面第1117页，启文11篇，出自诗篇32篇。咱做伙来启应，罪得到赦免。罪过得到撤销，上主无算伊的罪，搁心无干燥。我若定定毋认罪，你的手绵里重重刑罚我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，虔诚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会庇护我脱离艰苦。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，毋通亲像马骡无底性。歹人会受真侪痛苦。义人啊，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咱做伙来用信息第186首，信息第186首，圣经亲像物件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咱三甲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阮受拣选真囝儿，要用谦卑的心来对你的奴仆领受你的信息，恳求作为，互阮明白罪，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，互阮的心思意念受信心引带，通了解什么是上帝你所欢喜的旨意。阮着照真理来行，行伫永远的道路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咱三甲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以赛亚书22章第1节到14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以赛亚书第22章第1节，这是有关以上山谷的信息。是安怎玲珑爬上厝尾顶？伫即个充满热烈喧哗城市，恁中间死去的人，毋是互刀剑杀死，万是伫战争中死亡。恁所有的官长规阵逃走，无一个开弓射箭。战士虽然走真远，嘛互人找着，做一个掠去。所以我讲，莫插我，互我痛心啼哭，毋通想要甲我安慰，我的同胞拢灭亡啦。这是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互异上山谷惊吓、混乱、受吞打的恁，伫迄日城受攻破，哀叫声响遍山间。伊人的兵骑马坐战车，带战地来进攻。今年的兵将盾牌撒出来。你上水的山谷，战车满满是，马兵伫城门口排阵。犹大所有防卫拢失效。伫迄日，恁期待李宝仁宫提供武器。恁发觉大必城有真侪破壳，就伫下池即注水。恁点算耶路撒冷的厝，拆厝来修补城墙，互城较好封闭。恁伫两个城墙中间做水窟，通即注旧水池的水。毋过，恁拢无我靠做即个城的上帝。嘛无个对古早就计划这项代志，迄位看在眼内。伫迄日，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叫恁着啼哭悲伤，着剃光头穿麻衫。毋过，恁狂欢宴乐，太牛太羊，大食大啉，恁讲，咱来食来啉，因为明仔载咱拢要死啊！上主万军的统帅亲身甲我启示讲，即个罪到恁死，我一定袂赦免。至关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，愿上帝话帮助咱。此时请希望诗班献诗，因献的题目是《我要夜幕黄山》。
请牧师讲道，题目是愿悔改耶路撒冷。你兄弟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参加伫地。今仔日早起希望诗班通过，我要夜幕五山这首诗歌来带领咱来敬拜。拄好甲今仔日的经文符合，因为圣经内面咧描写以色列人伫耶路撒冷，因伫遐无愿意悔改，因为因无望去仰望上帝。所以仰望上帝，夜幕山，这是一个真要紧信仰的态度。所以先知伫迄个时代的提醒，伫世界，伫迄个因的处境、因的局势真艰难的时阵，搁较需要仰望伫上帝。仰望上帝这个功课，是咱一世人一直拢爱去进行的。差不多过一段时间，就有人问我信仰甲政治的关系，信仰甲政治的关系。特别咱教会搁伫立法院的边啊，伫中央的这机关的中央，咱的教会和台湾真侪人，包括教会也是讲教会外的人，看做一个真要紧特殊的位置。这个特殊的位置，上帝伫129年前，日本来到台湾开设教会的时阵，咱的信仰的前辈就将咱的教会定到伫这个所在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位置，所以伫这个位置顶头，咱时常会去，互人问到信仰甲政治的这个关系。其实咱转去到伫圣经看，圣经内面有真侪反抗这个滥权、滥用权柄的例，那亲像希伯来人的散伯去拒绝顺服埃及法老的命令，因为埃及的法老甲伊命令讲啥？若是希伯来的查甫生落来，你就爱互伊死，这是种族灭绝啦。但是上帝无望这款的代志发生，甚至摩西反抗埃及的法老，因为埃及的法老滥权。圣经咱也看到拉合顺服上帝，无顺服耶利哥城的统治者。咱嘛看到士师反抗统治者的压迫，咱嘛看到代笔刀闪这个扫罗王的追杀，后来伊取代扫罗王。咱嘛看到先知拿单去指责代笔，讲你杀人，甚至惊奸淫。咱嘛看到先知以利亚，伊咧对抗亚哈王甲亚西别王后的官兵。咱会当看到最旧约的先知，拢咧挑战迄当时的贵族的对立、社会的腐败，甚至到伫耶稣的时代，耶稣嘛挑战迄当时的宗教领袖的权柄。无论是祭司、法利赛人、律法主义等等者的，耶稣安怎批评因？耶稣甲批评讲：你们是粉饰的坟墓。耶稣基督的学生彼得，伊嘛对抗这个大祭司等等所组成的公会，伊因讲顺服上帝，无顺服人是应该的。甚至保罗传福音的时阵，嘛是反抗迄当时犹太教的这个统治阶层。所以咱看到，如果这个反抗君王、反抗迄个极权的权柄，就是反抗上帝，安尼敢讲这个圣经的人物拢唔对去？唔是安尼。事实上，因受呼召的使命，就是那亲像耶稣基督的祈祷。耶稣基督的祈祷一讲起，愿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所以咱看到对抗这个极权，
行往上帝国，这差不多是几千年来教会历史，也是讲人类的历史所行的一条路。亚述帝国，咱圣经咧读到的时阵，这个帝国伫迄当时是非常的残忍，因为因的军队到伫逐所在，就是安怎放火烧，烧到物件拢无去，互人枵死，无法度食，甚至抢劫，将人掠走，徙到伫其他的所在，甚至安怎大消灭遮的人口。所以亚述帝国因伫战争的中间非常的残忍，所以犹太人将亚述帝国的这个首都尼尼微，甲称作安怎血腥的失血啦，就是安怎食人血的狮仔血。伫公元前721年，亚述的皇帝约沙尔贡二世，伊伫遐攻打撒玛利亚，所以北国以色列灭亡。北国以色列有10个支派，就对迄时就拢无去啊，真侪拢是安怎胎死了了，甚至若出来的人，就安怎分散伫亚述帝国的境内做奴隶，甲伊阁将其他的民族迁徙到伫撒玛利亚的所在，逐城市去。所以迄当时撒玛利亚的犹太人甲外邦的人伫遐混杂徛起，这就是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片想，讲撒玛利亚的人是安怎无顺的，毋是顺的犹太人。所以迄款的迷惑一直延续到伫耶稣的时代，到伫公元前705年，这个亚述帝国撒讲伊过身了后，伊的囝，这个西拿基立，这个皇帝上台。然后犹太的王是希西家王，希西家，伊决定安怎要来反抗新的亚述帝国的皇帝，伊无降服伫伊的下底。这件代志造成亚述帝国安怎侵入这个犹大，特别圣经今仔日咱所读到的经文的背景，就是咧讲起这个时代。迄当时新的皇帝西拿基立，伊侵略到伫犹大国，犹大国差不多所有的城拢互伊拍落来。这时，敢若剩首都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的人面对这款的危机，先知伫遐安怎哀伤讲：紧的，恁着爱悔改来仰望上帝。但是因伫遐无做这款的代志，反倒当是靠家己的困难，毋是我靠上帝。现在咱就来看卖今仔日第22章顶半段，就是在第1节到14节内面的经文的内容。咱先来看先知的传讲的信息，讲到第1节到第3节，咧讲到有关异象山国的信息。异象山国是啥物所在？是指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互写山国围围，嘛是先知经常伫迄个所在领受异象的所在。所以先知以赛亚伫遮预言，讲耶路撒冷啊，恁害啊啦！安怎害？因为迄当时耶路撒冷的人民。因爬上厝尾顶创啥？因为厝尾顶通常是因联谊、社交、庆祝活动的时阵，喜庆拢会伫厝尾顶。所以伫遮迄描写耶路撒冷的人，因伫厝尾顶安怎？充满热烈喧哗。因袂记的亚述帝国已经将其他的犹大的城池拢占去啊！遐个军队。要进攻耶路撒冷，人民伫遐选择的是安怎？伫遐喧哗，毋是啼哭。
所以先知伫遐讲，耶路撒冷啊，恁的危机要到啊，人民要互刀剑刣死啊。圣经内面讲啥？官长规定逃走，这领袖因安怎放百姓无管，先安怎先宣？这嘛是致到国家的败亡，甚至连战士嘛无力来反抗。逃走的受人抓回来，这嘛显示亚述帝国的军队非常有组织，行动非常的紧。这也反映犹大的这个军事失败，嘛是因为这个领导者因无负责任。有一个学者喺讲起，这个奥斯华这个学者喺讲以赛亚22章的异象国的这个象征。犹大的灵性的对落，特别伫面对因外来的威胁的时阵，因选择是用家己的方法，毋是倚靠上帝。所以先知知影讲这个代志要发生，所以提早耶路撒冷发出警告。总是耶路撒冷的领袖甲人民，因无悔改，因无仰望上帝，所以后来审判就临到。所以，咱嘛爱去反省，咱也应该因为危机，咱就安怎爱去寻求上帝。耶路撒冷的人民，因毋是寻求上帝，因反倒当安怎将上帝看轻。咱若对照今仔日的台湾社会，咱嘛面临真多的危机。咱咧讲起中共的认知作战，要甚至通过伫台湾的代理人，企图安怎？咱讲瘫痪政府，等这的局势，其实咱是一个真严肃面对的艰难。但是真侪人嘛选择安怎忽略这的问题，有关。沉迷伫物质的享受，哪亲像耶路撒冷同款，因伫遐看轻严肃的议题，先知拢是真紧张的。去年有一个日本这个退休的中将山下裕贵，伊去年6月出一本册，叫做。完全模拟侵台战争，这个中将吼，日本的中将，伊是一个真要紧的作战家。伊退落来了后，伊将过去伫日本国会帮战议员的滨崎推演的这个所在，迄是伊主导的所在。伊伫遐写做册，一提醒台湾啊。所以伊去年6月的时阵。伊有来台湾来分享这本新册，迄本新册中间的描写，讲中国共产党伊安怎，伊会策动台湾内部反政府的团体，埋伏伫军队内面、企业内面做间谍，甚至有计划来进行攻击、示威。这咱知影讲第5纵队。伊要通过安尼来扰乱台湾内部的处事，这是去年日本的一个退休的中将伊提醒的。这个代志，咱台湾敢发生进行式呢？因为5天前1月7日有一个新闻，咱毋知有看到无？台湾的退将去互中国吸收，筹组亲中政党。甚至安怎秘密组织部队要攻击台湾的4个军事要塞甲 AIT， 我毋知影你这个新闻咱敢有看到？国防部嘛证实讲有这个代志，因为这个共谍案有具体的军事行动，因甚至安怎去诱这个军人讲恁来投靠阮，将来会通安怎来做内应。国防部伫遐讲现任的这个现代军人无即款的人
没有查到这样的人。所以咱看到去年日本的中将，伊就会提醒啊。经文内面，咱看到首都耶路撒冷的人，咱讲醉生梦死啊，因忽略危机的警告。咱台湾咧面对中国的威胁，咱嘛需要警觉。咱爱知影无神论的共产党，一直咧通过因的计划，要结合台湾的代理人，对台湾展开一种咱讲非典型战争。这起码是咱台湾所面对的危机。甚至伫迄个时代，嘛爱讲起，恁唔通安怎放安怎好喊喊啊！因为人民搁伫遐怎食也啉，对这个危机拢无安怎藏在心内，所以因是忽略上帝，因敢若挖苦家己。咱来看第40到11节，会描写着因安怎挖苦家己。这个危机就迫在眼前啊啦！甚至面对人民，人民是无感，人民是安怎醉生梦死，所以先知安怎真痛苦。第40节就会描写先知的痛苦，咱做阵来看。第40节先知安怎痛苦？先知讲：莫插我，互我痛心啼哭，唔通想要甲我安慰。我的同胞拢灭亡啦！先知伊非常的艰苦，因为伊的呼吁无人听。先知的艰苦是因为安怎？先知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代志，但是所有其他人竟然看袂到，无危机的意识。先知的痛苦，先知所传的，但是安怎？人民无感受，所以先知是真孤单的。所以有一种安怎？咱讲众人皆醉我独醒，大家人拢醉去啊，敢若先知清醒迄款的感觉。因为伊看到未来的危机，伊非常的看虑，所以伊伫遐怨叹，其他的人拢无感觉。伊对耶路撒冷的命运非常深深的悲伤，伊的心痛也反映这个上帝子民对上帝怎无要挖苦迄款的悲伤。这就哪亲像先知耶利米伊的哀哭同款。耶利米书31章15节，先知安尼讲伫拉玛的所在哀哭的声音。拉结为着囡仔的哀哭，唔愿受安慰，因为因拢死啊。所以先知以赛亚伫遐讲伊拒绝受安慰啦，讲莫插我，因为我的同胞拢要灭亡啊。咱来看第50到第7节，先知进一步指出国家灭亡的危机，互众人知影。伊咧讲起迄个日是安怎？迄个日上主的日要临到啊！异象山国出现这个惊吓混乱，因为敌人逼近。耶路撒冷的这个，咱讲伊的防卫、伊的措施嘛要受毁灭，人民伫遐怎唔知影要安怎做？咱若对历史来看，耶路撒冷伊检采伫公元前701年，亚述帝国伫遐攻打的时阵，伊逃过啦。但是伊无法度逃过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的攻击，所以伊最后嘛是败去。咱来看这第80到11节。直接有咧描写，迄当时耶路撒冷因自认讲家己有真勇的这个军事力量。伫圣经内面讲，黎巴嫩的林姜，
黎巴嫩遐拢是出产迄个真大迄个香柏茶，迄个香柏木主要拢是来起圣殿大的宫殿的材料。但是咱看到因用黎巴嫩迄个大枝这个树木来起什么？起因的军械库啦。换一句话，因有真强的军事武力，因感觉讲阮的军事非常的强啦。这句话就是安尼。甚至对伫城墙无坚固的所在，因安怎拆厝来修补？因为古早时阵有的厝吼是起伫城的边啊，因为安怎城的边啊，人家厝。人敌人若要进攻的时阵，就对人家厝安怎会当爬起去，所以伊就将城外这个人家厝拢甲拆掉，拆掉了后，互咧城墙人袂当爬起去，因拢做了真好势。毋干那安尼，因伫安怎起这个污水，因对城外旧的旧池啊、水池啊，伫城外。因有一条西西家水道，希西家王的时代做的迄个水道，对城外将迄个水安怎引进来这个城内。我弄一个图，咱会当来看迄个图，迄个西西家水道，迄个图会当互咱看到，迄是一条对城外通往到伫城内。伫较低所在的一个水池啊，讲下池迄个所在，迄个下池，迄个水池啊，就是耶稣的时代一讲起西罗亚池，所以你甲看到因伫遐用这个水入来，通讲安怎，互城内袂欠水，这拢是一种战争前的这个准备。面对亚述帝国的威胁，耶路撒冷的人民。因是有作为的呢，但是先伫咧问一项问题：恁看到啥物？阁无看到啥物？犹太领袖人民看到啥物？看到讲，阮有军事力量，阮的城墙真坚固，阮安怎有粮食有水，拢准备好啊！但是因却无看到上帝的作为。因忽略上帝，才是因真正的倚靠。人民倚靠因家己的军事力量，忽略价值上帝的作为。所以先知直接讲：毋过，恁拢无倚靠做这个城的上帝，嘛无甲对古早就计划这项代志，迄位看在眼内。先知的指责，恁敢若靠着家己的力量，无去仰望上帝。煞者，咱来看12节到14节，先知伫遮呼吁人民讲啥？着提靠悲伤。12节着提靠悲伤，这个意思是啥物？讲爱悔改仰望上帝啦。爱悔改仰望上帝，但是13节咧讲啥？反倒等因无仰望上帝，因无提靠来悔改。13节讲啥？因狂欢宴乐，太牛太羊，大食大啉。这款的态度显示伊对上帝的这个命令，还是讲对先知的意向。无看在眼内，因认为阮已经准备好势啊！今仔日什么人来拍阮，拢无法度安怎，拢无法度赢。因是伫遐安怎欢喜庆祝，因无悔改。上帝通过先知发出悔改的信息，但是人民安怎放纵，无相信，这最后至到审判来临。这段经文嘛是显示上帝的审判，唔干那对罪本身来审判，搁较对伫人心内硬
无愿意悔改来审判。咱甲想看卖这段经文对耶路撒冷的一劫的警告，互咱看到迄当时人民的灵性的状况，甲政治领袖的失败。安尼，这段经文会当带互咱今仔日的台湾，咱的处境有啥物款的提醒？我想提出2点，甲咱来分享。第一项，咱来明白，人的计划甲上帝旨意，若无有连结，最后会失败。伫拜三，这个牧师的讲道研讨的时阵，杨牧师有分享真多的内容，互阮会通伫遐来做进一步的思考。我伫研讨的中间，我问一个问题，我讲迄当时的耶路撒冷的领袖人民，因咧面对亚述帝国的侵略的威胁，耶路撒冷的人民并毋是无做啥物代志呢，因有做，但是为什么因最后失败？咱看到耶路撒冷的人民，因做3项重要的措施。第一个就是安怎强化因的军事力量，因用黎巴嫩上好的茶来起因的军械库呢，所以因的军事准备好啊。第二，因拆民间的厝，来补强因的城墙的防卫，避免敌人通过民间厝爬到伫城内，所以因嘛做这个代志啊。甚至因阁用真侪人力去挖这个西西家隧道，去准备有可能去互人围城的时阵，因的水源会当确保。但是为什么因最后会失败？因所做的措施，甲咱今仔日台湾所做的真类似呢？咱咧面对中国的侵略的威胁，咱嘛看到咱的军事防卫的加强。台湾有起造这个潜水艇、飞弹防卫系统，甚至美国同意卖台湾上先进的 tank， 甚至战术系统卖台湾有86亿。有人讲这叫做交保护费，但是你也去看美国的新闻，去年的时阵，美国安怎提供代票181亿军事援助，意思讲咱开86亿，人送咱181亿，所以台湾有人在操作迄个以美论，这是真奇怪的代志。台湾有这个军事。甚至，咱若有去注意到台湾的海巡署、因的舰队嘛完成咱咧讲平战转换。平时的时阵是执行任务，战争的时阵马上安怎挂飞弹系统，会当成做一个战舰。这拢是台湾做真多的代志，但是咱看到。咱所面对的威胁是愈来愈晚。2019年的时阵，中国将香港拢内地化。2022年的时阵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。对这以后，咱台湾的民间安怎？我们很有感，因为开始就在做全民防卫的训练。今仔日台湾。军事，互人称作安怎刺猬岛，因为咱有全世界飞弹防卫上密集的系统。前2天1月70，有新闻报出来，美国同意卖台湾迄个先进的地对空飞弹系统给台湾，这差不多是美国敢若卖以色列，甲卖台湾尔。和平，毋是讲我着安怎放弃我的准备啦。原本迄个中立国瑞士甲瑞典，
因的军事预算是 GDP 的5%。咱台湾的国防预算偌济，你敢知影？2.45，但即马佫互人诱落来啊！新加坡的国防预算佫比台湾较济呢。新加坡家己自称是一个中立国，但是因有缘有真坚强的军事力量。台湾避战一直拢受到这个亲中的政党的阻挡。经文内面，耶路撒冷的人民因有准备，因准备3大措施，但是因为何会受亚述帝国的侵略？拍败，先知的指出，恁看到啥物，阁无看到啥物。德国的神学家穆特曼指出，并无非政治的神学。伊的意思讲，神学一定爱讲到政治。伊认为，人的计划甲上帝旨意，若无有连结，最后会失败。咱若将这个神学家的提醒，甲先知的提醒来看咱今仔日的台湾，检测先知的问咱看到啥物，阁无看到啥物。耶路撒冷的人看到因有真强的军事力量，但是安怎？因用安尼来自满，因伫厝尾顶充满闹热喧哗，太牛太羊，大食大啉。但是因无看到上帝。耶路撒冷的人民有好的抵抗的计划，因的失败是啥物？无甲上帝旨意连结。今仔日咱台湾，这对咱台湾嘛是一个真要紧的启示。咱有真强的飞弹的系统，咱有军事防卫的准备。但是咱敢有甲上帝旨意做连结？安尼你检测会问讲，上帝旨意是啥物？上帝旨意是啥物？转来到第一开始，我爱讲的，伫出来埃及内面，上帝爱迄个散播，就安怎无顺服、独裁的法律啦，唔通参与种族屠杀。迄个种族屠杀，迄是违反上帝的仁慈的。所以，啥物甲上帝旨意连结？上帝旨意就是要来对付极权独裁，亲像摩西的时代对抗法老的独裁共款。但是，咱今仔日台湾的内部，有缘有真侪人符合独裁极权的中国。咱爱知影，中国是一个敌对基督的政权，因为中共对1949年伫中国统治以来，一直拢在迫害宗教信仰。欧白掠也杀害基督徒，甚至伫中国的真侪宣教师嘛伫遐来殉道。没收这个无数的圣经，拆教会，这个讲取缔这个家庭教会等等这的。当然中有一段时间叫做改革开放，小可放松，但是安怎即马佫收起来？因为2018年的3月，中国已经将国家宗教事务局纳入啥物？中央统战部，宗教是爱做统战的，意思伫这个伊甲全世界来讲，伫中国统治的下底，宗教敢有神？无啦！你若唯一的神，就是安怎？中共本身，宗教是为着服务共产党来存在。这是咱今仔日要面对这款的威胁。中国为着要来消灭基督教的影响力，其实几啊年前就开始展开安怎亲邻行动。什么叫做亲邻行动？就是安怎去
规模化、去组织化、去教会化。若是教会愈追求上帝国价值的，愈有规模的、愈有组织的，中国就安怎？就将这个拢甲侵临啦。过去10几年来，中国的教会差不多安怎？消息差不多。迄个改革开放的时期，我迄当时有机会到伫中国，伫家庭教会一做培训，我知影迄个情形。因后来嘛有人来台湾，嘛会来看我。我知影遐个情形，因咧甲我讲因的危机啦。你兄弟，耶路撒冷人民有防卫的计划、战争的准备，伊拢有啊。因的失败是因为啥物？无愿意悔改，因无甲上帝旨意做连结。咱台湾呢？台湾有军事的力量，但是咱需要进一步甲上帝旨意连结，就是咱内部需要对抗极权、对抗敌基督迄款的决心啦。咱来做阵来建设一个行公义、好人民的社会，因为咱会当安怎会通有内在的坚固。真正会通来保护，毋是这军事力量，是咱的价值是啥物？咱爱有上帝国的价值，咱爱有一个做阵来对抗极权的价值。第二项要紧的，要互咱知影，咱人生是需要有使命的。咱的使命是要延续耶稣伫世间的使命。咱来看13节，安尼讲，毋过恁狂欢宴乐，太牛太羊，大食大啉。恁讲，咱来食来啉，因为明仔载咱拢要死啦。所以因无一个价值，因敢若伫遐大食大啉，放纵。因无有价值，因无有使命感。耶路撒冷的军事准备好啊，但是因无有仰望上帝的价值，无有核心的信仰，无有使命啦，无有使命，无法度安怎凝聚内部集体的力量。咱台湾需要凝聚内部的力量，就是安怎要塑造台湾人有一体的上帝国的意识，这是真要紧的。台湾有一个神学家黄宗辉牧师，伊嘛是一个普世的神学家。伊互咱一个真要紧的思考。伊讲伊是做一个台湾人的基督徒，真做基督徒，甲真做台湾人，对黄宗辉牧师来讲，拢是平平啊要紧。做基督徒的意思是 text。做台湾人是 context， 意思就那亲像耶稣安怎道成肉体啦，道就是迄个 text 上帝话，上帝话爱进入咱的处境内底 context， 安尼才会当产生时代的意义。所以爱做基督徒。你爱安怎进入你的处境内面挖出来？迄是上帝对咱的呼召。所以伊讲做台湾人，咱就要互台湾更较有尊严。做台湾人的基督徒，咱需要去促进台湾安怎行往上帝国，塑造台湾有上帝国的价值，这是咱的使命。使命 mission 这个。英文字是对拉丁文的车遣来，意思咱受车遣来到伫台湾，咱伫台湾做耶稣基督的代表，叫做台湾人的基督徒。那亲像耶稣甲伊的学生讲：愿恁平安，我找恁，亲像爸有找我。
咱做基督徒，就是受差遣，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来见证上帝国，来促进上帝国。耶稣的一生是有使命的。耶稣真清楚，伊伫世间人生的使命。伊12岁的时阵，迄通讲是伊的成人礼。伊讲一句话：“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”所以伊真清楚，伊的使命是掠上帝的旨意最要紧。伊33岁半的时阵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伊最后讲一句话，讲啦：“成了，成了。”这就那亲像伊的一个结论。伊讲出伊人生的使命，是用上帝旨意做开始。伊到伫人生的最后，成了，伊将使命已经完成。所以，两位兄弟，咱的人生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。做基督徒的使命是啥物？延续耶稣伫世间推动上帝国的使命。所以，真做台湾人的基督徒，台湾是上帝给咱的使命，塑造台湾有上帝国的价值。这对咱来讲是真要紧的。当世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民族，伫因受呼召的所在，在他们受召之地啦，因来当尊主最大，去促进上帝国。因为咱这个世界，就愈来愈会当彰显上帝国的美好。台湾需要促进上帝国。伫中国的基督徒，伊嘛爱伫遐尽因的力来促进上帝国。任何的民族、任何的国家，拢爱去促进上帝国。这嘛是先知伫伊的时代所做的努力。愿圣神催逼咱的心，也互咱的台湾行往上帝国的新国度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的上帝。阮知影，阮的人生是有使命的。阮受呼召参与上帝国的运动，参与耶稣伫世间还未完成悠远继续的使命。愿你来帮助阮的教会，特别阮的教会伫这个中央真要紧的位置顶头。愿阮所做会通成做一个指标的教会，互阮的教会会通来荣光主你的名。阮伫你面前，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做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第536首，圣诗第536首。天顶大开稳定的门，请起立。
请坐。这时，咱要为下面事项来祈祷。第一，为各部门单位会诊2024年度报告书；第二，为2025年施工的筹备甲复赛展开；第三，为1月18到25号基督徒学语运动祈祷周。请大家出声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请带领各职事带咱做结束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多元遥义的世界中，拣选阮，成做你的门徒，互阮伫生活甲工作中体会你信息的带领。当阮为着教会各部门报告书的编写，甲新事工筹备来祈祷。求你保守各部门首长身体、心灵平安，少量过去的稳定，来继续向前跑走。主啊，教会伫混乱、分裂的社会中，需要你的疼甲合一的圣神来充满。阮为着基督合一运动祈祷周来祈祷。愿阮用温柔、疼心、三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保守合一的心，见证、宣扬主你的福音。一切阳光、福乐，拢归伫你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奉献。
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最后的祈祷。请坐。请你献举周报通知事项。第二，今日下晡1点有中职复赛说明会，敬请新任长老执事定着爱参加，也欢迎全体中职参加。第三，感谢上帝恩典，本月主流教师改建宣告中心新建伫2020年初完工，9月20日现场，到现在今年5年奉献已经完成改建募款，愿上帝纪念大家的奉献。第六，北半球每年1月18到25号是基督徒学习运动基督周。1月24暗时7点有祈祷会，欢迎参加。第七，今年新春过年伫1月29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新春亲谢感恩礼拜，敬请兄弟全家到阵来敬拜上帝。迄天是联合礼拜，办公室休困的时间是1月27到2月1号。第八，新春即要到来，礼拜时间有调整，请大家注意。第一，新春亲谢感恩礼拜伫1月29拜三10点。第二，初四2月2号是主日联合礼拜，时间是上午10点。第12。1月18上午10点，伫203教室有小组长同工训练会，主题生成式 AI 伫教会聚会中的应用，欢迎参加。具体消息，主内何振雄兄弟8月18安孝主怀，东河更替伫1月15举行。荣誉董事长何忠雄先生纪念会报名已经结束，若是有报名的兄弟，请会记准时出席。团契消息、教界消息、其他消息大多事项顶举奉献，请咱家己过目。请牧师介绍请安。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首先来介绍对韩国来从韩国来。那个赵牧师，这个朴启元一家人咱欢迎。好来介绍对湾里来这个林正志兄弟林正志，欢迎。来介绍新阿姨伫新派来咱教会来见习的学生婉容洪婉容，请起立。毋知迄个巴西圣保罗教会转来迄个吴岩山长老敢有伫遮？欢迎，欢迎。
咱也甲咱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赐福咱。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92首，圣诗第392首。阿罗上帝万福本源，请起立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以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别倒避讳。若是需要带倒兄弟，请来到这那边雨伞卡，其他兄弟欢迎参加地饼会交易。